大家好，我係羊駝讀書會嘅 Anna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好喜歡，而且覺得好多香港人都應該睇嘅書，《The Psychology of Money》，中文譯做《金錢心理學》。呢本書作者係 Morgan Housel，佢唔係傳統財經專家，而係一位好會講故事嘅作家。佢用好簡單、好生活化嘅方式，話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事實：理財成功80%取決於心理，20%先係投資知識。Anna 覺得呢本書唔係教你點樣快速致富，而係教你點樣用更健康、更長遠嘅心態去面對金錢。書入面其中一個最核心嘅概念就係金錢係極度個人化嘅，每個人對金錢嘅感受都係受成長環境、父母態度同埋受自己嘅經歷影響。同樣一筆錢，對唔同人嚟講，意義可以係完全唔同。例如有啲人細個嗰時，家人成日都話錢好難揾，要慳住使，到佢大個咗就會對使錢有好大罪惡感。但係有啲人見過父母洗腳唔抹腳，反而會覺得使錢係享受人生。呢啲心理差異遠比投資技巧更影響我哋同金錢嘅關係。Housel 舉例話，一個喺貧窮環境長大嘅人可能會覺得儲錢係安全感來源，但一個從小生活無憂嘅人可能覺得錢就係用嚟享受。呢啲差異會直接影響我哋嘅儲蓄習慣、投資風險偏好同埋對財富嘅定義。Anna 覺得呢一點好值得香港人反思。我哋好多人成長係努力讀書、揾穩定嘅工作嘅環境。父母可能經歷過艱難時代，所以對金錢特別謹慎。但而家時代變咗，如果我哋仍然用舊有思維去面對金錢，就容易產生壓力同焦慮。Morgan Housel 強調，最強大嘅投資工具唔係股票、加密貨幣，而係時間。佢用咗一個好簡單但好有力嘅例子。假設兩個人都投資同樣金額，一個由20歲開始每年穩定投入，另一個由30歲開始。結果20歲開始嗰個，即使之後投資額少啲，最終財富都遠遠超過遲開始嗰個。呢個就係複利 compound interest 嘅魔力。時間越長，複利效果就越驚人。Housel 話，好多富豪成功嘅最大原因，其實唔係佢哋投資回報特別高，而係佢哋活得夠長，同埋長期堅持。呢個觀念提醒我哋，理財唔需要急於一時，而係需要耐心同堅持。香港好多年輕人覺得自己起步遲，但其實只要由而家開始，時間仍然係你最好嘅朋友。Housel 提出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嘅觀點：儲蓄率比投資回報率更重要。好多人成日追逐高風險、高回報，但其實如果你可以將支出控制好，提高儲蓄率，長期嚟講影響會更加大。因為儲蓄率係你可以控制嘅，而投資回報率有好大程度取決於市場同運氣。例如一個人每年儲50%收入，即使投資回報只係普通7%，長遠財富都會遠遠超過一個儲蓄率只係10%，但追求15%高回報嘅人。呢一點真係好適合香港人反思。我哋好多人都習慣高消費、供樓、養車、去旅行，但係如果可以將儲蓄率提高到20%至30%，即使投資回報普通，長遠嚟講財富都會有明顯分別。Morgan Housel 喺書中用好多真實例子，指出人類天生有好多心理弱點，會令我哋喺理財上做出錯誤嘅決定。其中一個最常見嘅就係追漲殺跌，市場升得好就衝動買入，市場跌就驚慌賣出，結果好多人高價買低價賣，永遠跑輸大市。Housel 話呢個係因為人類心理傾向跟隨群眾，覺得大家買就一定係好嘢，但其實好多時已經太遲。
另一個常見心理弱點係過度自信，好多人覺得自己好勁，可以打敗市場，但事實上，大部分專業基金經理長期都跑唔贏大市。Howe 就提醒我哋要謙虛，要接受自己，唔可能每次都啱，保持簡單同長期嘅策略通常仲有效。書中仲提到害怕損失 （loss aversion）。心理學研究顯示，人類對於損失嘅痛苦遠大過獲得同等金額嘅快樂，所以好多人寧願唔投資，都唔願意承受可能虧損嘅風險，結果就錯過咗好多長期增長嘅機會。除此之外，Howe仲講到近期偏差 （recency bias）。我哋好容易淨睇最近發生嘅事，就以為未來都會咁發展。例如2020年疫情後股市大升，好多人就覺得股市只會升，結果忽略咗風險；又或者見到某隻股票短期大跌，就覺得佢永遠冇得翻身。呢啲行為偏差其實係人類進化遺留落嚟嘅本能，例如害怕損失有助股市生存。但喺現代投資環境入邊，反而成為我哋最大嘅敵人。Howe提出一個好重要、好多人忽略嘅觀點：致富同首富係兩回事，賺到大錢同守住財富需要完全唔同嘅心態同策略。致富階段通常需要冒險、樂觀、勇於把握機會。好多成功人士喺年輕時都敢於創業、投資高風險項目，因為佢哋有時間同精力去承擔失敗。佢哋相信努力就會有回報，敢於走出舒適圈。但係首富階段就需要完全相反嘅心態，保守、耐心同紀律。Howe話，好多暴富嘅人最後都守唔住財富，就係因為冇轉換心態。佢哋繼續用致富模式去管理財富，結果高風險投資失敗、過度消費或者俾人呃，最終又返到原點。佢舉例話，有啲人中咗彩票或者突然創業成功，短時間內擁有大量財富，但因為冇建立首富嘅習慣，幾年後就會使晒或者投資失敗。相反，嗰啲長期富有嘅人，通常都好低調、節儉、分散風險，注重長期現金流。Howe仲提醒我哋，金錢嘅最終目的係俾你自由同安全感，而唔係純粹追求數字。真正富有係可以過自己想過嘅生活，而唔係俾人睇。例如有錢，但每日加班，冇時間陪家人，其實唔算真正富有。相反，有足夠被動收入，可以自由安排時間，先係真正嘅財富。最重要嘅投資其實係投資自己嘅時間、健康同人際關係。因為即使有再多錢，如果冇時間同健康去享受，就毫無意義。Howe話，好多人一生追逐更多金錢，但從來都唔滿足。真正聰明嘅人會及早明白自己夠咗嘅嗰個點，然後享受人生。書尾部分，Morgan Housel 分享咗一個好溫暖、好深刻嘅人生智慧：滿足感比財富數字更重要。佢話，好多人一生都陷入一個無止境嘅追逐遊戲，不斷想再多啲錢、再大啲屋、再靚啲車。但係當佢哋真正達到目標之後，往往又會將目標再提高，永遠都覺得唔夠，結果就變成永遠唔滿足、永遠唔快樂。Howe 認為，真正聰明同富有嘅人會及早明白自己夠咗嘅嗰個點。呢個點唔係由社會標準或者其他人定義，而係由自己內心定義。當你達到呢個點之後，就應該學識停低，享受已經擁有嘅嘢，而唔係不停向前衝。佢舉例話，有啲人年收入已經有幾百萬，但仍然每日加班，壓力爆煲，忽略屋企人，因為佢哋覺得要再努力啲，先可以買更大間屋。
相反，有啲人收入雖然普通，但因為清楚自己要乜嘢，生活簡單滿足，反而過得更開心。House 仲提醒我哋，金錢嘅最終價值係自由。有錢可以俾你選擇唔想做嘅工作，可以照顧家人，可以有時間做自己鍾意嘅事。但如果為咗賺更多錢而失去咗健康、關係同快樂，就係本末倒置。Anna 覺得呢部分係全書最打動人心嘅地方。佢唔單止教我哋點樣管理錢，更教我哋點樣用金錢去服務人生，而唔係被金錢奴役。香港好多人努力供樓、投資、儲錢，但有時會忘記最初嘅目的係咩？呢本書提醒我哋，金錢係工具，而唔係人生最終目標。睇完之後，Anna 最大嘅感受係，理財其實係一門人生學，而唔單止係錢學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可以對金錢建立更健康、更平衡嘅態度。歡迎留言同 Anna 分享，記住幫羊駝讀書會 like、訂閱同開啟小鈴鐺。下集我哋繼續讀另一本有趣嘅書。多謝你聽到最後，我哋下次見。